事業之所以成為事業，唔係因為佢一直順風順水，而係即使逆風，你都仍然願意留低，並喺度揾到屬於自己嘅光。做地產嘅第10年啦，令我繼續堅持做落去嘅係一份熱愛。有人問我 Angel， 你做地產為咗咩啊？如果返去10年前嘅我，一定答你為咗賺錢咯。嗰陣時嘅我眼入邊只有目標同埋數字。我係一個好貪靚嘅女仔嚟嘅，指甲咧不嬲都無間斷咁樣整嘅。但係嗰陣時嘅我，就算指甲斷咗我都唔俾自己去整嘅。咁我就俾自己定咗一個規矩，達唔到目標我就唔俾自己咁貪靚。因為我諗緊嘅係，如果連目標都捉唔住嘅話，我要呢對咁靚嘅手有咩用呢？當時嘅我以為成功只要係達成目標，去抑壓自己，對自己夠狠。直到市場開始慢落嚟，我先被迫停低。第一次真正靜落嚟咁樣問自己 ，Angel， 點解你仲喺呢一行？就係嗰個有啲迷茫嘅日子入邊，我忽然之間聽清楚自己心底嘅聲音，原來我一早已經愛上咗呢一行，唔係愛嗰個瘋狂嘅數字，而係愛睇樓。愛發現空間入邊嘅美好，愛想象一個家未來嘅種種可能。我更愛用我嘅專業幫人尋找佢哋稱之為家嘅地方。嗰種成就感唔係數字可以衡量嘅。地產唔再只係我賺錢嘅工具，而係我表達自己實現價值嘅舞台。事業之所以成為事業，唔係因為佢一直順風順水，而係即使逆風，你都仍然願意留低，並喺度揾到屬於自己嘅光。而家我依然每日睇樓、傾單、服務客戶，但係心境一早已經唔同咗啦。我已經唔再係嗰個唔俾自己貪靚嘅女仔，我終於可以用自己嘅專業，從容咁樣去為客戶，亦都為咗自己規劃一份更加妥當、更加美好嘅未來。呢條路我行咗10年啦，慶幸嘅係冇辜負當初嘅自己，而係帶住佢揾到咗一份可以持續嘅熱愛，同埋可以安放嘅人生。我係 Angel，一個愛上咗自己事業嘅地產顧問。